劳动部公务人员轻生案件风波是继续伫传，这个分署长谢义勇，大概是正人命啊。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质询的时讲，谢义勇唔拿牵涉这个工作场所的霸凌，过去佮敢若用公款宴请朋友开4万外块，甚至用就业的保险基金、安定基金来送礼，而且用公款买礼盒仔，家己佮会留几啊份。针对这点，劳法署强调讲，已经交予政府单位伫调查。 我看我们的劳动部很有钱呐、有钱到这个程度啊！分署长上来不仅官威很大，钱也很会乱花。因为劳动部公务员敢若红霸凌、作恶了结的案件，分署长谢基勇都已经还账咯。即卖个红也了讲，过去敢若个摕公家钱，私底下请人食饭。劳动部预算很多啊，很有钱呐、一个分署长。 请出去吃饭，一顿就吃掉4万多块啊！更可恶的事情是，你知不知道他买礼品的钱从哪里来的？知不知道？请委员那个，办理青年职能开发业务预算可以拿来送礼吗？来请教部长。会计处可以吗？会计处在吗？一声唔知，百行无奈。要个政风处也做先难保，因为百分数伫谢基勇就任之前，年纪拢无送礼。 要个伫去年3月伊就任了后，那拄着5一节、中秋节送礼拢送甲正拍手。2年了解开183班，洪志基讲是用公家预算要替家己做面子，即卖引起着社会愤慨。黄国昌也没劳动部唔通放外挂。我要每一份礼品送到谁手上的清单全部交出来。那个时候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一种浪费公帑、违法滥权的形式。 我看了卫福部的报告，只字未提啊，避重就轻啊。如果有涉及不法的，那么政风该启动就会启动。可能会有更多的消息出来，我们要求的只是不要再有人意图想要盖牌这件事情，想要隐匿这件事情。霸凌的案件也被刷过，劳法署强调已经启动正风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